你身邊有冇呢種人？明明40-50歲，望落去好似老嘅咁樣，但係有啲人呢70-80歲啦，望落去好似中年人咁，精神爽利。佢哋點解可以老而不衰嘅呢？點樣可以令到人哋睇唔出你幾多歲呢？我哋可以由衰老嘅3個本質傾下呢個問題。聽完之後你就知道抗衰嘅關鍵喺邊度啦。衰老嘅第一個本質就係細胞內嘅損傷不斷咁樣累積，呢個係同你每日嘅壞習慣、不良嗜好有關係嘅噃。我哋嘅基因無時無刻都可能發生緊各式各樣嘅蛻變，短時間嚟睇係冇乜大問題，但係如果長時間受到傷害，譬如話食煙啦、飲酒啦、高鹽高油脂嘅食物啦，日積月累，水滴就石穿啊嘛，就會令到你嘅細胞內嘅基因同埋各種零件咧傷痕累累。所以我哋要撇甩晒嗰啲不良嘅嗜好，養成健康嘅生活習慣，呢樣嘢真係好緊要㗎。衰老嘅第二個本質就係身體嘅代謝能力下降咗啦，因為你會發覺食同樣嘅嘢，後生嗰陣消化吸收特別叻嘅，但係年紀大咗就會覺得消化吸收係差咗㗎。呢個就係身體代謝能力降低嘅表現，自然老化嚟㗎，我哋冇得抗拒。但係我哋仍然有辦法令到身體盡量維持比較高嘅代謝能力。咁呢個方法呢，就係運動啦，堅持規律嘅運動可以激活身體嘅生命力，延緩衰老。衰老嘅第三個本質就係身體嘅修復能力越嚟越差啦。嗱，呢個係好易明白㗎。後生嗰陣如果你整親少少，可能幾日就會好返㗎啦。年紀大咗之後，你就會發現喂，傷口好多特別慢喎。嗱，呢個就係修復能力越嚟越差嘅表現。我哋嘅身體幾時修復能力係最好嘅呢？就係你瞓緊覺嗰陣。如果你依家年紀已經唔細啦，仲喺度捱夜啦、睇手機啦、煲劇啦，咁你身體邊有時間修復啊？所以充足嘅睡眠係非常之緊要嘅，各位老友。衰老係生命必經嘅過程，亦都係時光留低嘅印記嚟嘅喎。咁而我哋能夠做嘅就係將壞習慣變成健康嘅堅持，用運動嚟喚醒你嘅身體，用睡眠嚟滋養你嘅身心，等細胞嘅損傷可以少啲，代謝嘅活力可以耐啲，身體嘅修復可以穩陣一啲，只求衰老嘅腳步可以再慢啲。希望我哋每一個年紀嘅老友都可以擁有最好嘅狀態啦。